心我哋繼續 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 大家開心我哋繼續 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 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全新一輯嘅越講越掂。咁今期節目咧就即係從今期開始咧，我哋就即係你知啦，好多主題性嘅東西嘅。係喎。即係譬如我哋今期咧會特別同大家講一啲咧關於食物嘅廣州話。因為呢有一句話叫做吃在廣東，然後還有很多說是穿在廣東，但是我相信所有外地的朋友來到廣東都會問自己廣東朋友，喂，邊度有好嘢食啊？係啊。所以說我就覺得，如果說你很喜歡吃東西的話，學習廣東話可能會快捷一點。係啦，唔使講咁多啦，你得閒多啲請我出去食嘢，咁我教你學多啲廣州話，即係就係咁樣啦。你嘅資格未必夠喎。哦，咁我知，我哋今期都專門有啲食神係光臨嘅，好嘛？馬上請出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先，有請著名演員朱力生老師，食神莊神。有請莊晨老師、朱力生老師，耶！好耐冇見，好久沒見咯。唔係，你兩個換位先，換位先，係我哋一家人嚟嘅，企翻埋。係咗好多年㗎啦。係啊，佢讀中學嘅時候就已經係我個仔啦。呢一個仔咧就雖然好激氣，但係話真係唔錯，好叻仔啊。係咯。你而家步步高升啊！主持得，唱歌得，做戲得。你啲廣州話收埋啦。你嘅意思係主持又得，唱歌又得，做戲又得。我真係多得你唔少啊！好了，那看我身邊這位了，其實莊晨老師，我相信很多廣東喜歡吃的朋友都認識，對不對？真的，其實跟着莊晨老師吃是沒有錯的。再次掌聲歡迎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，祝師奶以及莊臣哥哥。來，歡迎兩位，請入座，謝謝。好了，那麼更多的視頻互動呢，請登錄如下媒體。同時呢，在節目播出過程當中呢，還可以使用搖一搖的功能識別出當時播放的內容，進入到專屬悅轉夜店的這個互動競猜頁面，贏取豐厚的獎品，多玩多中。同時呢，我們要感謝 Divas 造型機構對我們的大力支持。係咁，另外大家呢，如果關於要留意多啲節目以外嘅資訊呢，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嘅羊城網啦，同埋廣州美食生活圈嘅微信號嘅。咁同埋多啲參與咧，大家都見到我哋電視屏幕呢度咧。有啲可以搖搖嘅嚇，而家大家見到個電視有咩熬咧，熬下一定有着數嘅嚇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馬上請咗我哋今期啲學員啦，係嘛？係喎。第一個係咩來頭啊？佢係一個男嘅，活嘅，活的，而且可能分分鐘以後你就被他替代。咁厲害咩佢？哇！佢犀利到爆啊！唔係啊，我一直都係很多女生當中的男神。哦，我何嘗唔係啊？我係好多師奶眼中嘅男神啫嘛，係嘅。咁到底佢係邊個？馬上有請。有請尉遲明夏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！我係尉遲能家，鳳凰衛視主持人。主持人。鳳凰衛視著名節目主持人。著名主持人係啊，反正豬啦，係啦，好啦。上一期越講越店邀請我來的時候，我是拒絕的，不能你讓我來我就來，我要試一下，不能你讓我來我就來。因為我的粵語本來就不好，我錄完了，我的特技咣的一下，我的粵語就變好了。越講越店收視率非常的理想，我要試着來一下，感受一下我的粵語好不好一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粵語越不好，大家看着越開心，所以這點就特別重要。甭管短不短，我一定會來，真的很有趣。第二季我一定會來，當然短一下更好啊。好，謝謝導演啊。呢個係邊個嚟㗎？呢個自己介紹。舊年嚟唔係咁樣嘅咩？我長頭髮喎，你用咗咩可以擋都係有頭髮咧？係喎。去韓國擋，唔單止擋啲頭髮出嚟，擋成個人瘦咗、靚仔咗、玉樹臨風咗。係啊。星哥啊，小星星晚星好，星哥哈，對我星哥，不過這個浮雲是怎麼解釋？這個是這樣子的，你這個浮雲還有2片護翼耶，我這樣子是，還有護翼，護翼啊，這個呢是我專門給那些偶像啊
在我的衣服上簽名。譬如我見到劉德華在這裡簽一個，翻一頁，尉遲林家簽一個。哇，我可以跟他們簽在一起。對，簽在這裡，是這個用處的。太明白了沒有？明白。阿林家有冇人問過你啲咁嘅問題咧？因為我知道你嚟之後咧，我就研究咗你個名。咁我一直以為你係一個女㗎。女㗎。我㗎。係啦，點解你叫林家咁得意呢個名啊？因為我出生之前嗰陣咧，醫院仲可以 B 超。哦，B 超。B 超係咪？B 超。B 超誒 B 超睇係男仔定係女仔？哦。係啊。車完之後咧，就睇少咗啲嘢。係啊，係話我係女嘅。之後咧就有呢個名，就起定咗名先。係啦。出嚟之後咧，誒唔係喎，仲有啲嘢喺呢度喎。係啊。咁點辦？應該就係4啲，不過都係有嘅。係啦。咁你爸爸媽媽都幾執迷不悟嘅喎。咁明明睇到係有嘢嘅，佢都仲叫林家。係啊，係啊。哦。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？堅持。堅持啊，執着。有道理。好，明白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哋呢個跟2個評委打一下招呼。係啊，係啊，係。朱老師好嚇，嗨。莊晨老師好。嚇。即係你同嗰2位老師打招呼咧冇用嘅，討好佢哋咧需要用自己嘅真才實學嚇。咁跟住落嚟咧就要答幾條題啦嚇，嚟㗎啦噃。竹絲雞。豬屎雞。錯，豬潤。哦，是咪豬？哦，豬肝。對，啱嘅。油炸鬼。那個油條。對，啱嘅。豉油。醬油。啱嘅。豬紅。豬血啊。啱嘅。哇，呢個好得意喎。蘇蝦。show hand。No， 錯啦。雪條。薯條啊，不是冰糕，冰糕，雪條，冰棍，冰棍啊，這個算對嗎？算加的對不對？那他寶飛啱啊嘛，佢開始薯條梗係唔啱啦嚇。呢個都唔係我嘅問題，我覺得你廣州話有問題。係啊，係啊，你廣東話點解咁差嘅？係啊，我廣州話就出名差㗎啦。如果唔係都唔會頂咗上期嗰個廣州話咁好嘅主持人啊！呢個節目而家全部都要啲講得唔正嘅，係啊，係1100啦。咁咧，我俾阿祝師奶咧就俾高100分啦嚇，好啊，因為識講雪條啊。好，1200，我哋再次掌聲歡迎Watty林家。謝謝家這位。好啦，介紹我哋第2個啦。是我的同事。哦。廣東衛視的一檔訪談類節目的主持人。哦。一聽她的名字呢，都感覺一定是個宅女。係啊。秀外慧中。聽講佢咧就採訪好多名人㗎。係啦，而且是非常有重量級的。哦。什麼李開復啦、韓寒啊、王晶啊，等等等等啊。哦。羨慕了。前嗰輪咧一直有個人咧不停約我採訪，我話因為檔期嘅問題係推咗。你係咪真係？咁唔通係佢？醒啊！係啊，佢話我已經採訪咗你頭先講嘅所有嘉賓㗎啦，但係就係等你啦咁樣，睇下係咪呢個啦？先我們採訪他好不好？係咪姓李㗎？係咯。哦，咁係佢啦。係佢咯。有請。有請。李佳佳。有請李佳佳。歡迎。哥好。吳霞妹妹好。有人說你如果說要講廣東話做節目的話，節目可能會被停播。不是，沒有那麼嚴重。是這樣的，我上隻廣東話出鏡主持節目，對，跟住咧我同事就好心勸阻我說，都係唔好啦，我諗呢會被鑑定為播出事故。不如這樣子好不好？讓你圓一個廣東話主持節目的夢。在這裡是不是？在這裡好不好？採訪一位。多謝。我準備好。這樣講中意到你好多，好似唔係你喎，好似係你嘅媽咪嚟嘅喎。我要採訪啲老人家係嘛？我咩意思啫？好朱力生老師，而家臨時有個通告，你要接受一個好有名嘅採訪，正經啲啊嗱。家訪。關乎到你呢個老年嘅形象㗎。主持人請準備，我們現在已經接通了著名演藝家朱師奶的電話。老師你好，覺得你唔係師奶啊，你睇嚟好後生，好靚女啊，我好中意。哇！真係好假啊！係啊，點解咁？係咩？我真係好孝心嘅呢，我好孝心嘅。好多謝你今日就接受我採訪。你要採訪我係嘛？咁啊採訪係咪先要俾啲錢我先咧嚇？哇！你哋話啦，佢話要採訪噶嘛，唔係我貪心咧。你都冇有財來，我訪什麼啫？哇！即係話採訪係嘛？哦，這樣可以學怎麼訪？
採訪之後咧，我哋會請你食好嘢㗎，跟住都有減肥俾你㗎，放心。減肥。哇！你又好啦，有減費。哇！我成日出去搞都冇減費啊！阿仔，我聽到佢話要俾個稿費我喎。佢喺度鬧我，即係話我狼心狗肺啫，裝神。其實我覺得阿嘉嘉咧，啱你講到即係好得意啊，或者騷騷地啊、嗲嗲地啊，咁啊師奶咧就唔會執你住身。睇到未啊？呢個就叫異性相吸啊！幾大都幫啊！而家開始我要幫佢。好啊！我輕輕覺得今日兩位評委有啲難伺候嘅。真的是。咁啊，既然咁難伺候，嗱，我睇你打分之前咧，繼續就幫你考考佢咯，好冇？佳佳，總共有30秒嘅時間，睇下你識到幾多種廣州嘅呢個食材。計時開始。蕹菜。芹菜。錯嘅。燒菜。燒菜。哇，好難。難，哇，真的。碌柚。路由器。蘿蔔。炒魷魚。炒魷魚，解雇。呢個啱，啃唔落。吃不下去。啱，生蘿蔔仔。生的蘿蔔，小蘿蔔。怎麼生？怎麼生？你生一個我看看。關鍵是這個怎麼會像蘿蔔呢？這麼圓。蘿蔔嗎？聽過，我知道的。鑫哥，也不對。講良心話，你的腿真的跟蘿蔔差不多。我覺得他能說蘿蔔都不錯了。林嘉，你慘。朱老師，我有3個環節搞死你，我告訴你。搞完還有稿費的。還有稿費喎。星航你有啲唔啱嘅，係嘛？正話啱唔都講啦，你又真係咁樣又唔似碌柚嘅喎。那究竟碌柚是什麼意思？碌柚呢，就是我們說的柚子。我知道了啊，沙田柚。我覺得這幾個還真的好難，又有文化內涵，又有意蘊。你看尉遲說的那個你就說我的橘紅啊，幾簡單啊。我這裡很膚淺，對不對？沒有。哦，咁啊，我哋係的確係針對唔同嘅嘉賓係俾唔同難度嘅題目嘅，係。多謝晒。嗱咁樣啦，我問多你一樣嘢，如果呢個你都識咧，證明你都融入廣州幾好嘅。好。你知唔知咩叫食拖鞋飯？就是吃軟飯。哇，犀利啦！佢識得咩叫拖鞋飯，所以我俾12分。謝謝老師，謝謝。同一起跑線。OK， 接下來這位呢是我們廣東衛視曾經一檔非常紅的節目，贏遍天下5朵金花的其中1朵。點解我見個個上嚟都好似同你有啲關係咁樣？只能說我人面比較廣，出道比較早，人緣比較好，長得又比較漂亮。咁今次落嚟呢個會唔會都有你嘅風範？比我漂亮，比我高，比我皮膚白，什麼都比我好。我就話啦。真的，而且他現在轉行了，而且今天可以說是回娘家，拖家帶口。一起來看他是5朵金花的誰呢？有請甄希。歡迎我們的玫瑰，大家好。玫瑰啊！多謝晒！哎呀，送的是玫瑰啊，好親切啊！我覺得你不如轉過嚟做越講越掂啦。佢點辦呢？嚇，可唔可以啊？佢唔知點解平時我都覺得幾好嘅，但係你出咗嚟之後，我覺得花心唔係咁講。你我覺得喜新厭舊。無暇，我也支持甄希回來做越講越掂的主持人。但是他下去。我喜歡2個女主持人主持。我有3個環節搞廢你。有環節同有搞廢係咪 ？OK， 來珍妮用廣東話跟大家打個招呼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甄希。祖籍廣東台香港。甄希之前呢是做主持，後來呢算是轉行了。對，然後呢拍戲，而且生活也發生了改變哦。對呀，而家有咗 BB。睇唔出喎。羨慕。係咩？幾多個月啦？8個月。哇，唔係吧？8個月都咁啫。咗嚟啦。哦，咁樣啊。係啦。呢啲都係廣州話嘅境界嚟嘅，知唔知啊？點解咧？對啊，嗱，你頭先咁。而家生咗 BB。你頭先咁講咪誤會咯？你話我而家有咗 BB，第一時間人哋就以為喺個肚度。哦。如果你係出咗嚟8個月，你要講而家我已經生咗 BB。好啦，咁啊，既然你身為一個廣東人嚇，亦都在廣東生活同埋工作多年嚇，咁就睇下呢啲30秒快問快答，你能夠識幾多嘅食材？壓力好大。開始計時。士多啤梨。草莓。啱嘅。車厘子。
櫻桃。啱嘅。番薯。紅薯。啱嘅。薯仔。你看他的腿，他的腿。對。薯仔。芾。芫荽。認識。飲勝。人性。Oh my god！ 食貓麵咧？食貓麵。呢個唔識㗎啦。飲勝你都唔識，食貓麵邊識啊？食貓麵咧，就係即係俾面色你睇咁嘅意思。哦。我有一樣要問一下，珍惜，你名字裡面的惜字廣州話怎麼樣說？欣惜，珍惜。嗱，呢個明明係錫字啊嘛。係啊，即係錫紙個錫啊嘛。嗰個錫啊嘛。欣錫。啊，錫一啖嗰個錫。呢個錫字係廣州話當中特殊嘅一個讀音，即係好似普通話當中有支、吃、詩、日嗰啲係我哋嘅粵語當中冇嘅，而呢個錫、物、屋，即係呢一啲特殊嘅音就只有我哋廣州粵語當中。哇！大道理講完啦，唔該打個分啦。我打俾佢1200分。OK， 耶，1200分。我今天帶了我的家人來，對，他對廣東話也是頗感興趣。那你請出他來好不好？好，我們掌聲有請黃海冰。他是誰啊？我老公。哦！哇 ！Hello， 阿海冰哥啊，唔係有個問題想問問你啦。你講。我覺得咧，你個名啊最近咧就好邊緣啊，你覺唔覺啊？因為同你差唔多嗰啲咧，全部都出咗事啦。咁對呢單嘢你有咩感想嘅咧嚇？海冰哥，他這麼問就不用講那麼多，就一句話，你好衰呀，你好衰呀，你好衰呀，你啊，衰仔啊，衰呀。海冰哥，我只是有一個問題啊，你現在不應該叫海冰哥了，你現在叫海綿哥，你怎麼胖了這麼多？哇，這個問題你也敢問啊？果然是鳳凰為了這個節目而來。衰仔。冰冰啊，作為一個熒幕上嘅男神啦，好多武俠片入邊嘅呢個武俠嘛，武俠男主角，當年拍了一些，真係好英氣。對，我們要不要重溫一下？哇，我也有武俠造型，我覺得如果是比這個的話，我還有可能帥過你。您也有啊？你這什麼？怎麼說來聽聽？你說來聽聽。有沒有片段？大家好，我係賤人，係一個賤人。係，我是覺得海冰哥演這麼多打戲，雖然可能一些專業的那個武術技巧的時候會有一些替身，教一教我們。但是多少武行的功底有沒有學？哎呀，他說着說着還出來了。哇！你莫非想？他想讓你耍一下，見，看看究竟是花拳繡腿還是有真功夫。一般最後的動作打完以後，一定是這樣的，你知道嗎？哦 ，OK。海冰哥，把一個你認為殺氣最重嘅一個動作。殺氣是這樣嗎？咁啊又係頭先打完最尾嗰個動作，你來來去就得一個動作，就一個動作，一個動作，一個動作。得，冇用。現在是殺氣最重的時候了。其實是這樣，一個動作。賤人，你不要來 PK 一下嗎？我來收回我的家伙。哦，你是弄到。你是來犯賤的是吧？我就知道。是。哎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好，來，謝謝珍惜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大家。舞台交俾蟹是他爹，30秒計時開始。青瓜係咩？絲瓜。錯。矮瓜係咩？南瓜。錯。勝瓜係咩？絲瓜。對了。啱嘅。番瓜係咩？絲瓜。南瓜。Yes。是吧？粟米係乜嘢？絲瓜。絲瓜。粟米啊，昨天晚上有講過。咩叫做食滯咗？食滯咗。食滯咗。就會肥咗，就會胖。對。吃啊。那是什麼？肉。珍惜有沒有教過這句話？這句真沒有。佢都唔知識唔識啊？食滯咗你識唔識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都唔識係嘛？告訴大家答對2題。如果阿海冰係5多題先答中2題，咁你個分數真係好高噶咯。咁你俾幾多分啊？1400。啱係呢個啦。最高分，第一輪最高分。1400分。好了，第一輪結束之後，我們來看看他們現在的各自的比分情況。謝啟麟加1200分，李佳佳1200分，珍惜1200分，黃海冰1400分，掌聲鼓勵。
啦，咁啊馬上進入我哋今日第一彎，我準備整死尉遲林家嘅第一彎。識少少扮大表。第二關識少少扮代表，選手答題前先嗌100至500分，答對題目可獲得所額分值，答錯倒扣相應分數。每人有2次求助機會，包括求助現場親友團、電話求助，求助1次扣100分。咁我哋睇下呢個已經嚟過幾次嘅，講呢句説話講成點？幾大就幾大，魚蛋就魚蛋，我全部呃晒。講過俾㗎啦。唔係俾㗎，係啊佢話佢全部吔晒你啊！哦，係咩？係啊，等多我一陣啊！大家一齊，大家唔得嘅，可以一齊啦。只能一個，是不是？對啊，最多500分啦，500分啦嚇！睇睇你揀嘅題型係乜嘢？說停就停。我呢，就是不說這個停。停。我看他能轉到什麼時候。俗語題。哎，我這個人俗就俗吧，你不至於題都出個俗題。係啦，你講得啱啦。如果當啲嘉賓死都唔肯嗌停嘅時候咧，我哋嘅電腦係會自動根據個嘉賓嘅形象去定義啱佢答嘅題目。如果個嘉賓係俗人一個，答的就是俗語題。好啦，睇題。OK。喺廣州話入邊咧，屋企嘅家長要教訓自己啲細路，通常之前會講句乜嘢嘢咧 ？A. 豉椒炒牛肉 ，B. 藤條炆豬肉 ，C. 吹醬魚蝦蟹 ，D. 瀨尿牛肉丸。啲家長一般我真係唔係太明，因為你知我係英國人嚟嘅，我咪用英文呢個我聽咧。佢係咁噶啦。我知啊。細仔，你個死仔咁曳，等我慢嚟啊！咁樣。差唔多。啊，數唔使數啦，總共都4個答案啫嘛。吹脹魚蝦蟹。吹脹。為什麼要吹脹它呢？嘿，一吹魚蝦蟹就會脹嘛？唔係，呢個係一個廣州好特色嘅烹飪方法。吹脹是怎麼個做法呢？我看你也不太會做菜，還問下老師。啊，吹醬咧，吹醬咧，吹水我。你作為一個食神，你專業啲好唔好啊？吹醬都咁耐。現實生活裡面是沒有這個菜的，我只是給一點 tips 而已。啊，好了，藤條燜豬肉啊，看起來更形象一點。我覺得作為北方人，肯定是藤條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就噼里啪啦撒一氣兒，藤條沒有藤條，拿皮帶也是可以的嘛。是不是 B？ 啊？是不是 B？ 當然噻。行，哥，我就聽你的了，選 C。C 是的，吹醬魚蝦蟹，係啦。好，那看看正確答案是不是？恭喜士林家破500分。老師，其實喺頭先嘅4個答案入邊咧，係最冇譜就係呢個答案，因為其實從來都冇樣咁嘅嘢嘅，廣州話亦都冇咁講嘅，即係呢個答案係9唔搭8嘅，從來都冇吹醬魚蝦蟹，我都係第一次聽嘅，偏偏你係揀咗佢。語言嘛，總是在文化的文明的不斷發展過程之中，新增很多內容進來。我覺得從這一期節目開始，又可以多一道菜是吧？我們就可以都說這句話：吹脹魚蝦蟹。對，讓我們堅持下來，讓它形成一種廣州的新文化。哦耶，OK， 明白晒啊。其實剛才海濱真的說得很對。打孩子就拿那個藤條啊，我們那個看到沒有？我們雞毛掸子啊，對，那條東西不是藤嚟做的嘛，佢好軟噶嘛。咁佢打咧，佢有一樣嘢好乞人憎嘅，打到落去咧，佢唔會點樣傷內臟，但係佢會脹起嗰啲皮，你明白嗎？它會有一條紅的東西起來，但內臟它一般打不壞。咁所以咧，一般打小孩咧就攞藤條嚟打嘅。還有一個那個部位呢，就是剛剛那個阿星航哥嗰個部位。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豬肉呢，以前係好難得嘅食豬肉。哦。啊，咁而打仔呢，仔亦係心肝定，咁所以呢，就用呢個去形容。好啦，咁啊，阿尉遲呢500分係要扣走嘅嚇，恭喜尉遲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將時間交俾我身邊嘅佳佳。幾大就幾大，蝦餃就燒賣，500分。OK， 馬上睇睇你嘅題目類型係乜嘢？典故題。馬上睇睇題目係點嘅。而家啲後生仔咧聚會嘅時候咧，中意 AA 制，咁即係就會平攤所有嘅費用嘅。咁請問喺粵語地區，以下邊一個詞彙同 AA 制嘅意思係最接近嘅呢 ？A. 田雞東 ，B. 擒佢拿 ，C. 夾乸西 ，D.
青蛙白。天哪！哈姆 C 是什麼東西？哈姆嗰個字唔係讀毛啊，係邊個？係乸點啊西。中間。哦，唔係。呢個係廣州話嘅讀法，係個乸字，呢個係公嘅。呢個係乸嘅。你旁邊嗰個隻係乸嘅，乸係咁嘅意思。公嘛分母嘛，係咪？係啊。熊嘛就有個詞嘛。對呀。對對。我選一個吧，哈。你選什麼？人家做節目。B 和 C 這兩個動物都很奇葩，就我們都不知道它什麼都沒見過。A 和 D 其實是同一種動物，所以我覺得就是 A 和 D 講的這種動物應該，你這4個東西都是同一個家族啊，不是同一個動物啊，樣子看上去一樣的。而且有一些，我告訴你，在有一些這裡呢，是只能當藥而不能吃的，甚至會有毒的。有一些有牛啊，我是這樣子排除的。然後因為北方更多說青蛙。廣東更多說田雞㗎嘛。係，所以說前面的這兩個字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問題這個選項的重點就是東西南北選哪個方向。我覺得選東，因為廣東人說請客是說做東嘛。那 A 就是請客嘛，大家誰來掏錢？所以我覺得應該選 A。500分嘅題目，需唔需要請教人哋？唔需要。自己揸主意係咪？係。你揀嘅答案到底係 A 田雞東。A 田雞東。睇下。水啊！甜甜，點解又多咗一件嘅？甜甜啊，你話你個心裏面只有我一個嘅？係咁嘅嗱，田雞宴全餐，咁啊多啲人食熱鬧啲啊嘛，咁啊加上啊田雞冬啊人越多越好噶嘛，坐咧，阿少爺啊，拎多2個碗碟過嚟。有錢就係任性，做冬都希望人多。甜甜啊，我真係越嚟越中意你啦。多謝。喂，唔好講咁多啦，起筷嚇，起筷。甜甜啊，你食呢嚿啦。好。甜甜啊，呢塊大啲啊。哎呀，田公子呢個夠滑啦。你食我呢嚿啦。食呢塊啦。哎呀，食呢個。自己食嚟啊，先有喎。哎呀。飽啦，食唔落啦。田公子啊，咁飯就食完啦，你一定要講清楚，我哋3個你到底最中意邊個先？問得好啊，唔使急住。小姨埋單。嚟。客官啊，剩為40兩。40兩啊，我計下先啊。4個人即係1人10兩啦嘛，咁我自己嗰份就放喺度先嗱。阿田公子啊，你咁係咩意思啊？嚇，平均分帳埋單啊嘛。吓？你唔係土豪嚟㗎？
甜甜，原來你呃我哋過嚟係為咗嚟俾錢㗎？我幾時有呃過你哋嚟啊？我一早都話田雞冬，田雞冬，咁田雞又叫夾乸，咪即係夾乸冬，夾埋一齊做冬啊嘛 ，AA 制咁解啊！剩低嘅你自己計啊，我走先啦。你阿公咁剩低啲錢，原來田雞冬就係 AA 制。別客氣。沒有。OK， 到珍惜啊，幾大就幾大。燒賣5嚿水。 5嚿水，好。 500分，好，來看你的題。聽。運氣題，運氣題就是可以在我們的500分的基礎上，如果答對的話，可以變成700分。看看我們珍惜的題目。以下哪一種稱呼是廣東省，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對豐盛宴席特有的叫法 ？A. 滿漢全席 ，B. 流水席 ，C. 9大份。你才9大份，9大鬼啊！哎呀，以前不是有鬼街嘛？你連屈詞都識喎，9大鬼啊！連我都識啊！啊，我怎麼就不能認識了？廣東話差一點而已嘛。對呀，我普通話還是 OK 的呀。想不到啊！八全宴。啊，珍惜。我想一下，因為滿漢全席啊，北方的嗎？對不是？八全宴應該也不是。流水席肯定也不是啦。廣東美食哪裡都有流水。 8樣嘛。我到莆田還吃流水席了，是吧？什麼叫流水席？流水啊，一波人來，吃完以後再流，繼續下家，哇！咁咪啱咯，咁咪即係好豐盛咯，流水席食完一啲就走，食完一啲就走。老你覺得是 C 是嗎？因為 C。 鬼是什麼意思？你知道嗎？他說他知道。鬼好像是盛什麼東西的容器，怎麼會呢？印象裡，鬼跟神是兩種不同的，在不知道哪個空間。你講對了啊！你講對了，還哪講？鬼它就是個容器啊，對，是個容器。整理一下答案，究竟 A、B、C、D， 你選擇嘅係哪個答案 ？C 9大鬼 C。 到底廣州隊特別豐盛嘅宴席係咪叫做9大鬼呢？恭喜700分到手。呢個應該唔使多作解釋啦，因為頭先佢哋其實分別講出嚟嘅理由都係好重嘅。唔係，仲有一個咧，佢因為共敗咧，按道理係應該雙數嘅。哦。 但係點解呢度會用到個9字呢個單數咧？就係久久無窮啊嘛，久久無窮嘛，你到年啊什麼就歸回嚟啦，所以係叫9大鬼。即係9喺數字入邊係最大㗎啦。係啦，咁因此我哋而家成日會講嘅，嗱你嚟我屋企我請你9大鬼啊，即係意思好豐盛啦，或者講好複雜，話你整乜鬼啊，整咁耐嘅整9大鬼咩咁，即係意思做咗好耐咯。明白，換句話講，珍惜係答啱嘅，700分。 落袋，恭喜晒。OK， 呢個好大好大，燒賣係燒賣。佢呢句話係有道理㗎，佢話係好大就好打啊，係啊。呢個啊？哇！點解唔係500咧？好大啊！沒有啊，不要貪心。 很快我會越來越100分就好啦。唔係，我覺得啊，冰冰呢個係一個好男人嘅表現方式。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到目前為止咧，珍惜頭先係1200分底分，攞700啊1900啊嘛，佢而家就攞400，就算攞到都係1800分，唔超過老婆，俾面老婆。還有這個含義的解讀太棒了！我比你老婆懂你。這個主持人沒有，海濱頓時恍然大悟，原來是這樣啊！看來這個不拿這個也不行了，是吧？想換也不行了。對，想換也不行了。好 ，OK， 請看題目。OK， 美食題。好啦，嗱，老廣州咧就往往係以飲咗茶味作為一句咧就早晨嘅問候詞嘅嚇，即係早上見到一般就飲咗茶未啊咁樣，可見飲茶喺廣州人心目當中嘅地位非常之重要嘅。咁請問以下邊種嘅粵式早茶點心係含有臘腸呢樣嘢嘅咧？A 年糕 ，B 蘿蔔糕 ，C 馬蹄糕 ，D 馬拉糕。我想試一下它。係什麼？臘腸哈，你吃過的哈？吃過嗎 ？A、C、D 都是甜的。係。
腊肠是什年糕不么味道呢？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马蹄糕这个都是甜的，麻辣。这个你就错了。虽然马拉糕我们这个你真的错了，你真的错了。啊现在好吃的最高境界是有甜又有咸。我们的题目写的是老广州菜，不是现在哦，不要诱导我。老广州，老广州。所以说你决定听老婆的话。你吃过马拉糕吗？马拉糕啊，我怎么觉得我站在这儿是甜的吗？有点奇怪的感覺。啊，你已經係頂唔住佢兩公婆啦。係咯，我覺得我係個真係癲真蛋啊！係啊，廣東腸是甜的。有甜有鹹，對不對？有點甜，對，有點甜，它只是鹹中有點甜。好咩啫？好啦，我過翻啦你。啊好。這不是一個對話節目，這是一個問答節目，好嗎？好，現在答。好，來。B 係咩嘢？蘿蔔糕。蘿蔔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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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廣東話就一定要用盡全力，咬緊牙關，蘿蔔糕。燒賣就燒賣。好了，最終鎖定答案是 B， 蘿蔔糕，對不對？咁我哋就即管睇下 B 蘿蔔糕啊，係咪啱嘅咧？糕啊！請看，正確答案是。給黃海冰加上400分。B， 恭喜海冰加400分，1800分。蘿蔔糕裏邊有臘腸嗎？嚟。哦。嘗一嘗。我哋為大家準備咗4款，包括有蘿蔔糕、年糕。我得分的蘿蔔糕。你而家睇到入邊紅色嗰啲就係臘腸啦。呢個有臘腸啦。對。老師，我想問一下馬拉糕是什麼意思？來，過來，來，因為這種糕呢，一定要是馬拉回來的才好吃，所以叫馬拉糕。別聽他說這都是騙你的，人拉屎馬拉糕，是不同的就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嚟多謝我哋4位高謝謝美女高，謝謝。大家可以埋位睇下我哋4位選手到目前為止總積分嘅排行榜。尉遲琳家700分，李佳佳1700分，珍惜1900分，黃海冰1800分。恭喜目前最高分珍惜1900分。哇，睇嚟咧啲夫妻檔咧係有啲優勢喎。梗係啦。咱們倆辦臨時夫妻好了。好，打入敵後。請問臨時夫妻要做啲乜嘢咁嘅咧？行黃先啦，好吧。咁啊，繼續進入我哋下一彎呢個環節咯，好嘛？手快有，手慢冇啊！第3關手快有，手慢冇。現場趣劇表演中會出現若干問題，4位選手搶答，答對一題得300分，答錯倒扣100分。阿仔，乜你個女朋友咁耐都未嚟㗎？我哋約好7點，而家6點幾咋，咁啊唔使咁早到喎。喂，我聽講嘉麗好靚女㗎，你話阿媽今日會唔會失禮咧嚇？梗係唔會啦，靚爆鏡啦嗱！我同你樣倒模咁樣，我都唔差得去邊啊，係咪啊？唔使擔心。哎，嘉麗佢嚟啦，嘉麗。哎呀，嘉麗嚟啦！媽咪啊！阿姨好，嘉麗。坐。哎呀，係咪塞車啊？有少少。手嚇。咁你肚餓啦嗬？誒點嘢食先啦？我點。我咧一早就聽人講咧話，廣州有個餸叫做一盅兩件，好出名㗎，係啲咩嚟㗎？你話俾我知，佢入邊係咩料啊？卡！頭先嘉麗講到一盅兩件，到底指嘅係咩咧？唔好咁急。雖然係簡單，但係都要俾啲人理解下。準備3、2、1，搶答。哇！你看，佢是一個老太太，和兒子來了一個女朋友，對不對？一盅兩件的意思呢，其實就是要給媽媽上茶，一盅茶，對不對？對啊，我一盅。拿2件好吃的。燒賣係燒賣，是吧2件點心嗎？對啊，答完啦。燕窩係燕窩，係嘛？恭喜珍惜加300分。好，表演繼續。呢度咧最好食嘅咧就係蓮蓉包啦。我睇下嚇。今日心情特別靚嘅嚇，尤其是見到佳麗笑到蓮子蓉咁嘅口面，真係。cut！問題就係蓮子蓉咁嘅口面，咩意思咧？3、2、1，搶答。蓮子蓉，好美。係咯。吃蓮子蓉的時候，人會特別的開心。然後就是這麼的一個狀態。就是 happy。做出嚟俾我睇。
這不像吃了面開心的。好欣賞啊！啱唔啱啊？啱唔啱啦？唔使。當你啱啦。幾位想食啲咩咧？要唔要試下奶撻咧？鮮奶蛋撻。啊，蛋撻好甜好肥㗎，唔要啦。我唔會，少少甜啦。我見你哋一家人咁甜蜜，十足一個10月蔗頭咁啊！十月蔗頭。 cut 10月蔗頭嘅下一句係乜嘢？亦即係代表呢句説話嘅意思係乜嘢？佢下一句接啲乜嘢咧？咁樣嚇，長打，冰冰係嘛？係。 10月蔗頭。月側頭。喂！側頭。冰冰。側頭係咪？呢個唔能夠亂噏㗎。你跟我讀一次，要伸條脷出嚟㗎。蔗頭。蔗頭。係啦，唔好即係唔好嗰個啊。10月蔗頭甜到老。就甜到尾。甜到尾，對，你答對了，我答對了。你覺得啱唔啱？我覺得哇，好正啊！講得好正啊！超正，唔係啊，啱唔啱啊？啊，呢個答案超啱。講得好啲啊！講得好好啊！俾我晒，地佬。連屈詞都知道你啱啦，有咩辦法仲錯啊？啱嘅。多謝晒。好，表演繼續。今日咁高興，不如樣樣都試下啦。好啊好啊。可以試下蛋撻啦。嗱，仲有粽啦，都叫啲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好啊，紹興果蒸粽係嘛？係啊，仲有蘿蔔糕。點晒嚇？阿姨，我哋訂得太多，食唔晒，好浪費㗎。唔係咧，你睇呢個哥哥仔咁好介紹。哎呀，佢啊，倒吊臘鴨嚟嘅。倒吊臘鴨。cut 最尾呢個題目就係倒吊臘鴨乜嘢意思？3、2，搶答。又是尉遲林家。辣鴨呀，鴨油多，你把這個辣鴨掛在那兒，對，那油往下滴呀，滴在哪兒啊？就從嘴滴出來，就是說這個人嘴上有油，哎，擦了唇膏，對吧？油嘴滑舌，是不是你？這個有點意思了。哇，終於繞回來了，繞回來了，耶！哇塞，這也能繞回來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哦，你唔好以為大家鼓掌就係啱先得㗎，佢哋有時見到啲人出醜啊，都會猛咁拍手。係啊，好啦，你而家正經話俾我聽，倒吊臘鴨咩意思？油嘴滑舌。係咯，啱唔啱啊？咁連阿姨都話啱啦，咁冇辦法啦，係嘛？耶！答對了，加300分，恭喜！好啦，咁啊呢一輪嘅手快有手慢冇，分別已經有各自嘅搶答同埋分數啦。我哋馬上總結下，而家目前為止邊個領先？尉遲林家1100分，李佳佳1700分，珍惜2200分，黃海冰2000分，目前最高分珍惜。咁啊，仲有最後一 round，睇下你哋能唔能夠逆轉珍惜，好不好？馬上睇睇口噏噏當秘笈啊！第4關口噏噏當秘笈，考官1用粵語向選手1描述物品，選手1轉述俾考官2，考官2再轉述俾選手2，選手2如果可以正確猜出該物品，則2位選手可獲得500分，答錯唔扣分。哇！睇清楚係咩嚟喎？要聞埋先得。啊，知咯，知啦。OK， 唔該晒。係邊？得啦，嗱，留心聽住莊臣老師講。呢個咧係一樣咧水果嚟嘅，水果長喺樹上嘅水果。咁俾我哋廣州人形容佢咧係一種動物嘅糞便嘅果，叫做乜嘢屎果？哇！呢句都出埋嚟啊！嚇，係咁啊！好，嗱，得啦，過嚟，得啦，聽到啦。水果啊，水果，廣東的樹上。樹啊，我唔知廣東話樹。樹上就係佢嘅廣東話啦。樹上，講到一種水果啊。樹上屬水果。呢個水果咧，廣東人咧死得比較多。咩話？你咩廣東人死得比較多啊？你講乜嘢啊？廣東人咧比較好中意食啊。
好中意食呢個水果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咯，明白明白啦得啊，好厲害啦，已經好犀利。嚟，OK。係啊，呢一個水果，你就講下得個樹咗嘅。樹上的水果，樹上的水果。咁啊，我咧廣東人咧就好中意死，有啲人死得多，有啲人死得少。咁啊，呢種水果咧就有啲人中意死，有啲人唔中意死啊。咁咧你就話呢種水果係乜嘢水果？哇，牽扯到生命危險了，加這個水果。廣東啲樹上。樹上的水果。按照我嘅邏輯咧，如果淨係聽咁多咧，係一定估唔到嘅。係咯。淨係一種樹上熟嘅水果，廣州人好中意食。對啊，係嘛？好多水果。荔枝啊，但係你唔好唔信邪。唔知我喜歡啦。唔係嗱，你出嚟，海冰出嚟，我俾你老公親口講多次俾你聽，睇你先。我同佢講，他都知咩啊？哦，你講啦。我中意食呢個係呢個水果咩顏色㗎？咩名啊？咩名啊？咩顏色㗎？哎呀，廈門啊！佢唔知㗎，佢都係聽翻嚟嘅啫。死啊！主要是最關鍵，莊老師說那句他沒有說到。番石榴。番石榴。啊。對不對？他就喜歡吃一種水果，就這個，他不愛吃水果的。即係你係根據佢講話中意食嘅。對啊，那因為廣東人喜歡吃水果太多了嘛。喂，但係唔係喎？但他說他中意吃。問題佢係點知道？佢係點覺得係番石榴咧？我知，可是呢，我一直講不出來那個叫什麼。到底係咪番石榴咧？定係其他咧？最後答案。我還是聽我老公的吧，就番石榴吧。拿上來看一看。還有一種。拔啦，好重啊！好重啊！番石榴喎，番石榴好重喎。係嗎？三。係啊。會唔會係沙田柚嚟啊？一。好重啊！好重啊！番石榴喎，番石榴好重喎。係嗎？三。係啊。會唔會係沙田柚嚟啊？一。哇！雞屎果碰上狗屎運啊！有道理，恭喜兩位加500分，有請下面兩位。嗱，認真睇睇咯，哇，攞個黑布。哦，得啦，呢一樣嘢咧就係基本上家都有嘅，尤其結咗婚嘅一定有。佢係使唔使生仔先有？結咗婚一定有㗎啦。咁啊，然後係金屬整嘅。日常生活一定要有嘅，而且或者個老公激嬲個老婆嘅時候咧，個老婆從廚房衝出嚟嘅時候，都會拎實呢樣嘢去打個老公嘅。哦，好容易啫，得咯嗬，好容易啫，福利已經比番石榴容易好多啦。係咁嘅，係呢樣嘢咧，大家都有啊，即係我哋男人大家都有。個個都有嘅，個所有人都有。不過咧，如果你結咗婚咧，會多啲。結咗婚會多啲，係啦。OK。仲有咧呢樣嘢咧，導致嗰個老婆打老公嘅。老婆打老公？係啊，平時咧全部呢啲嘢都擺喺廚房。哦，擺喺廚房。係啦，好似冇乜特別啦。好啦，好，多謝你，係，好幾好啦，唔錯唔錯，非常之好。呢個小朋友幾好，係，非常之好。佳佳，係你翻本嘅時候啦。係咯，加油！所有人都有嘅一樣嘢，咁然之後咧結咗婚咧就會做得多啲。做得多啲咩？有講？做得多啲喺屋企做得多啲，咁做嘅地方咧就喺廚房。做得唔好咧，就老公或者老婆大家互相打啦，打交係啊，做得好就唔打，做得好就唔打。係老婆打老公嘅。係用嚟打老公嗰樣嘢咧，定係做嗰樣嘢？唔知㗎喎。咁唔知，應該係一種，我估計係一種，俾個 tips 你，我估計係一種用具嚟。這不是一個問答題。OK，謝謝。不錯不錯。佢話人都有結咗婚之後會多啲。定係用得多啲咧？做得多啲，佢嘅原話係咁講。做得多啲，跟住又同家暴有關係。佢冇講家暴。沒有家暴，沒有家暴。佢只係話喺廚房度做。係，但係他說老公老婆互相打來打去。係啊，做得唔好就打交啦。
咁應該係一樣空氣，廚房裡的。廚房唔係兇器。兇器嗎？哦，武器。武器。即係廚房嘅一樣嘢，即係平時應該係用嚟做飯煮飯嘅工具，但係老公老婆就係嗌交嗰陣時咧，係可以用嚟打人㗎，係咪咁？佢有啲你嘅神韻喎，兜下兜到翻嚟。可能係呢個嘢。唔錯喎，呢個咁係咩咧？這個應該是就是那個兇猛程度沒那麼高，然後又能增加情趣的，因為他經常情趣，經常會打的，一定要增加情緒，因為你是結婚以後才多做的嘛，你沒情緒的事情，對不對？也就是說，在廚房一個人做的時候很悶的。不，總結一下，就是在廚房裡的情趣用品。係咩？擀麵醬。你有冇用啊呢樣嘢平時？我覺得是紙巾。紙巾？你們組倆過來，係。為什麼點解你哋嘅兩樣嘢爭咁遠嘅？一個硬，一個軟。對啊，一個一碌，一個一塊咁。係咯。男生同女生個需求係唔同嘅。我可不可以再提示？可以啊。我就想起了一個詞，係根鬚嘅。金屬的。金屬嘅。有呢個 tips。我講咗呢個 tips。好啦，時間關係，你這個木水兩口子要盡快拿出一個綜合答案。我們商量一下。我覺得鍋鏟吧。鍋鏟或鍋勺。好，最後答案。同意答案。是什麼？你定吧。鍋鏟。鍋鏟係嘛？啱唔啱？來，這麼小。自己1、2、3，打一個。對。好，謝謝。好啦，咁啊恭喜晒嚇！哇，今日非常之犀利，兩組都能夠喺最後關頭將個答案係攞到出嚟嘅嚇。咁啊，即係兩組都加500，但係加500之後，最終嘅積分排列係點樣？尉遲琳加1600分，李佳佳2200分，珍惜2700分，黃海冰2500分，恭喜我們兩分。對啊，即係換句話講啦，由頭帶到落尾嘅就係珍惜非常厲害今天啊，果然喺廣州很多年。好啦，咁啊老規矩啦，一人遞減10秒嘅時間，過去搶嘢。哇，我見到今日好豐富啊，洗衣機又冰箱，對啊，我們單車、洗衣機和冰箱。明白晒未？哇，呢兩公婆完全當都唔係拍緊節目啦，喺度諗緊度緊啊！60秒時間，準備開始。走。大長腿，哎，腿長就好。對呀，一點都。你看他膝蓋都沒有被沒進去。這個哇，攞個咩翻嚟喂？好，海邊。廣州潮濕啊！哇塞！哇！哇塞！哇塞，都會過日的。來，佳佳。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。對。沒有了。可以了。我哋睇完咧就係黃海冰夫婦瘋狂嘅搶奪之後，我覺得佳佳啊、阿尉遲啊嗰啲可以完全忽略啦。唉，就他們家女的都比我高，他們家女的比誰都高，是吧？所以要跟我比高嗎？無所謂，下一期你們還在嗎？想比過，下一期再來。約戰是吧？下次我也帶人來。哇，對，我要威很濃啊！我帶人。約戰下一期係咪？係咯。係咪都係佢兩公婆？對啦。如果再輸了怎麼辦？咁但係你會？輸怎麼可能？你會斑馬係咪？啊？你會斑馬？我為什麼要斑馬？搬回來一起進入。哦。哎。斑他的馬。咁我哋非常之咁期待咧，就係下期節目啊！尉遲會繼續帶人過嚟嚇，繼續挑戰黃海冰夫婦。OK。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，記得同一時間鎖定我們的小月店，更多的視頻互動呢，請登錄如下媒體。同時再次要感謝我們 Divas 化妝造型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，謝謝。另外大家仲要留意咧，就係羊城網啦，同埋廣州美食生活圈嘅微信號啦，你會有更加多節目以外嘅驚喜嘅。今期漁港熱線到此為止，多謝所有嘉賓，下星期6晚再見。拜拜。